面對去，白頭彷徨怎決定？今集我哋要講一個好多香港人日日喺度諗、夜夜喺度掙扎嘅問題，而家喺香港應該要去定立。無奈這風雨難逃避。大家好，我係 Ken， 歡迎嚟到 Wellski 移民贏家指南嘅頻道。可能有人會話，你做移民梗係鼓吹人走，同講到外國點好，香港點衰啦。錯，我哋嘅宗旨好清楚，就係堅持客觀分析，講事實，唔賣夢，唔誤導。你哋可以睇完成條片，再評價我哋係咪真係做緊理性分析。呢幾年特別係疫情之後呢，我覺得全世界都喺度倒退，包括東西方，唔止係覺得，仲有埋事實根據。美國財赤貿赤創新高，核心通脹居高不下，社會矛盾加深，特朗普政策會令美國更偉大定加速美國衰落，存在不確定性。英國經濟學人 EIU 世界城市宜居度排名，英國3大城市全部跌出全球50大之外，人均壽命男性下降至78.8歲，女性降至82.8歲，為近10年新低。仲有失業、健保、移民等嘅其他嘅問題。加拿大過往10年人均 GDP 增長為經合國家中最低，今年5月份失業率達7%，罪案、移民、毒品、樓價、貿易戰都係呢幾年越嚟越嚴重嘅社會問題。澳洲生活成本疫情後大幅攀升，悉尼樓價最難負擔指數直逼香港。我哋嚟緊每個熱門移民國家都會有一集專門內容介紹呢啲國家嘅現狀，更加深入分析佢哋嘅問題，而唔係一面唱好。請你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就可以隨時睇到我哋最 update 嘅內容。中國都唔好得幾多 ，GDP 增長放緩，創20年新低，消費信心指數跌穿疫前水平，青年嘅失業率一度超過20%。好多大學生畢業等於失業，樓市股市低迷，多數人財富縮水。咁可能有人會話，世界咁亂，留喺香港躺平都好過移民一動不如一靜啊嘛。要回應呢個講法，我諗首先要分析下而家嘅香港對比其他地方係好咗定差咗。香港未來嘅發展會對我哋嘅人生會有咩影響？最重要嘅係呢個世界上係冇一個萬能嘅formula，邊種抉擇先係啱定唔啱？每個人嘅情況唔同，諗法同目標都唔同。最關鍵係你要有足夠全面客觀嘅資訊幫到你做抉擇。呢個世界係冇烏托邦，亦唔會有一個好理想嘅樂土。正正因為我哋開頭講過，而家全世界都退緊步，我哋係要比較下邊度冇咁差。未來日子我哋條路應該點樣揀？如果要決定留或走，咁要睇睇咩因素會影響我哋呢個咁重要嘅決定。走同唔走，每個人都有好多唔同嘅理由，主要係睇你滿唔滿意現狀同對將來嘅睇法。除咗因為政治嘅因素，仲有大把原因促使我哋考慮移民。可能你想改善生活質素，有一個更大更舒服嘅居住空間，可能你會為下一代有更加之好嘅教育，可能你想有一個更好嘅 work-life balance， 可能你追求一個更加平等而唔係由上而下嘅社會同工作文化。喺香港，我哋經常聽到嘅就係呢句工作，而喺外國佢哋唱嘅可能係呢句。我出嚟做嘢嗰陣，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喺香港係工揾人，唔係人揾工。好多跨國公司嘅亞太總部都設喺香港，一個中層 manager 嘅年薪閒閒地都過百萬。我都做過唔少大公司嘅亞太區管理層職位啦。過往嘅10幾年人工係幾何級咁升，但今時今日跨國大企業陸續撤離，轉晒去新加坡、東京、上海設總部。假如我而家喺香港揾工，都揾唔翻以前職級嘅工，同嗰類公司更加唔使指望會揾翻以前嘅人工。咁除咗金融業之外，都好少世界級公司或機構再揀香港做亞太總部。而家8萬年薪已經叫好高人工。有一項研究指出，香港大學生入職人工嘅中位數比20年前仲低，但係同時香港樓價指數比2003年低谷升咗超過4倍，通脹就更加唔使講。咁你話而家香港人嘅生活質素係好咗呢定係差咗呢？香港人工樓價點解以前可以拋離內地？因為有香港日價。香港日價呢個講法係我發明嘅，即係因為香港同大陸有明顯嘅分別，特別係吸引力方面，而令到香港無論係資產價格同人力資源成本產生嘅巨大差異。但今時今日，香港同大陸已經越嚟越冇分別。
一國兩制嘅界線越嚟越模糊，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又越嚟越成型，香港越嚟越內地化，呢種香港日價就會慢慢消失。咁代表咩呢？就係香港嘅樓價有排都未跌完，香港嘅人工長遠都會同內地睇齊。當香港同內地冇乜分別，點解仲要俾多幾倍價錢買香港樓呢？香港嘅樓市仲有冇得救呢？當你睇下而家香港走嘅人多過嚟嘅人，當你睇下好多香港人就算唔移民都可能考慮搬去生活成本更加之低嘅大灣區居住。當你睇下而家香港嘅樓價從最高峰跌咗30%，但係仍然係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咁你哋會覺得長線香港樓係會升定跌呢？再睇下而家香港嘅狀況，無論係揾食、揾錢、民生、發展機會等等，你會覺得香港係一隻沉緊嘅船，定係起跑緊嘅飛機呢？如果可以抉擇，能否一切暫停，將我這份情來重新鑑定？誰迫使我冷漠，誰勾起我共鳴？沒法望清這是這份用情。咁當然頭先講過，全世界都退緊步，好多問題唔係香港獨有。但當香港 compare 其他地方已經冇明顯優勢嘅時候，咁可能影響我哋抉擇嘅因素又唔同咗。但係移民畢竟係影響一世，有啲人未必適合，但係有幾類人，我覺得唔使諗爆頭啦，係應該去嘗試下改變人生。第一類就係讀緊書或者啱啱畢業嘅年輕人，佢哋冇嘢可以輸，既然都係由零開始，點解唔去一個新嘅環境試下呢？第二類就係上晒岸唔使做，或者賣咗香港層樓攞住筆錢去到外國有排洗嘅一群，外國樓價平好多，去到外國都可以唔使有揾工壓力。第三類咧係為咗仔女有更愉快及高質素教育嘅父母。第四類係喺香港要供樓或者租樓，負擔好重，可能仔女有讀私校嘅中產，個月用緊一大筆開支喺住同教育上，去到外國淨係呢兩項已經慳翻好多，可能生活壓力少咗。第五類係喺香港工作或做生意都覺得冇咩突破嘅人，其實可以跌埋心水，轉換下賽道，睇下會唔會轉埋運添。有啲人就未必適合移民，例如喺香港拎緊好多福利，住緊公屋，拎緊各類型資助嘅人，事業發展好順暢，拎緊高薪去外國揾唔翻咁嘅工嘅人，擁抱大灣區生活模式滿意現狀嘅人，同唔容易適應環境改變嘅人。移民嘅決定係人生大事，我哋唔會鼓勵人移民，但要明白做唔做決定都係一個人生選擇，留低亦唔係完全冇代價嘅。移民成本唔低，但係留翻喺香港成本都唔低。香港嘅樓價全球第一難負擔，生活成本名列前茅，社會民生幾年之間就發生巨變。再過多10年8年嘅香港，仲係咪可以移居嘅香港呢？呢啲都係你要思考嘅問題。我住過好多地方，我唔覺得外國月亮特別圓。移民嘅經歷有苦有甜，有成功有失敗。但係我成日同自己講，人活在世上嘅意義係咩嘢？無論你有錢定冇錢，命都係得個幾十年。如果成世人由出生到終老都只係睇住嗰片細細嘅天空，係咪好嘥呢？經歷一下世界唔同嘅嘢，好多時得與失唔係用錢去衡量，你賺到嘅係好多難忘嘅人生體驗，可以用有限嘅生命去感受無限嘅世界。你嘅眼界會唔同咗，競爭力會唔同咗，人際網絡唔同咗。呢啲都唔係用錢可以買到返嚟，亦都唔係靠1年去1、2次旅行就替代到嘅。移民唔係逃避，係一種策略。如果大家仲有咩移民相關嘅問題，記得留言或者 inbox 我哋 ，subscribe 我哋 Wells Key， 撳埋鐘仔。下集我哋一齊再分析清楚，睇下邊條路先啱你。